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嗨，小朋友，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去踏青呢？虽然防疫期间没有办法爬爬照，不过冇要紧哦。今天俺的有请每一个小朋友一起乘着高雄在地故事的翅膀游历高雄。Are you ready? Let's go! Hello，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熊爱听放故事的节目。我是向日葵姐姐，今天又来跟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那今天来到这边呢，向日葵姐姐要介绍什么样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呢？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有关客家的故事哦。所以今天我们在内容里面也会刻画双语去穿插使用，小朋友也可以来学学客家话。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这本绘本叫《六堆运动会的秘密》。那六堆运动会，我们要怎么样说客家话？六堆运动会，六堆运动会，六堆运动会。那要介绍六堆运动会的秘密之前呢，要跟小朋友说说一点点的小知识哦。什么叫小知识？六堆是什么堆啊？为什么叫六堆？不是7堆8堆呢？还是一堆？哦，原来呀，早期在客家庄民的时候呢，他沿着溪畔建立了一些义勇军，那些义勇军在保卫家园。那这个组织呢，它是用河流下淡水溪为界，然后呢，在这个溪流的右边，这里就叫右堆；在溪流的左边叫左堆。那在溪流的前面，它的位置叫前堆；在前堆的后面叫后堆。那在中间怎么办？对，答对了，前后左右中就是中堆。前后左右中，大朋友小朋友一定会说，只有5个堆啊，怎么跑出一个6堆？那少了什么堆？哇，少了先锋堆。先锋堆打仗的时候，熊战奶奶要打前锋，有一个先锋堆，所以6堆就是这6个堆。大朋友小朋友跟向日葵姐姐来说一次，有前堆、后堆、左堆、右堆、中堆，还有前锋堆。你答对了吗？那这6堆呢，它横跨在哪里？它横跨在高雄、屏东2个县市之间哦。那唯一在高雄的地方有哪一堆？叫右堆，右边的右堆。那右堆在哪些乡镇里面？右堆有4个乡镇，有美浓、六龟、山林以及甲仙。那它有横跨到屏东的是高树乡，所以呢，右堆在整个6堆来说，它横跨的区域是最大的。那唯一在高雄的是什么堆？右堆，答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6堆运动会的秘密。那到底它有什么秘密呢？我们要先来让大家认识主角们。待会会来上场的是。这谁？对，大魔王，他是黑暗恶势力的头领袖，叫大魔王，客家话叫太魔王，太魔王，太魔王。那里面呢，有一个要跟恶势力对抗的呢，是我们的盘花小精灵。盘花仙子的小精灵呢？那这个小精灵要怎么说？小精灵，小精灵，小精灵。好，这2个都不是真正主角，是叫最佳男女配角哈。那最佳男女主角是谁呢？哇，这个帅哥小帅弟弟叫阿金妹。小金，那我们客家话叫阿金仔，
阿金妹，阿金妹。那这个小女生呢是小兰，小兰要怎么讲客家话？叫西nan西nan呢，西nan呢，好，阿金妹西nan呢。都代也会发生什么个事情呢？他们会在六队运动会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来听故事喽。六队运动会嘅秘密，六队运动会嘅秘密。好，六队运动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啊？好，我们从故事的第一章来听哦。一开始登场的就是什么？大魔王哈！今年呢，5月22出台飞要开始的哟。今年呢，5月22台飞要开始的哟。各位能怪夹图那边的小魔王的哟，小魔王的哟，耶！很多小魔王会出现的哦。按肚鸡哦，按肚鸡哦。大魔王讲，今年的5月22，我一定会本他家生的瑰宝，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哟。今年啊，俺的22啊，都会人类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尤其还咧带有珍贵的历史的基材，揭秘是啊，佢沾满青条哦。西欧罗诶，今年的运动大会会扩大举办，全六队的人拢提无限哦。做乜提无限？因为今年系咧俺哋六队300年的运动大会哦，六队建队300年的哦。是啊，同所有关六队运动会的历史记载，赶快同我带过来，不然俺哋呢彩色会过参赛哟。哇！哎呦！快太耶！全是基材的5月22出动诶，经理们，俺哋要冲开来协助俺哋六队运动会的人哦，六队体育的人啊，我来俺哋听书的哦，千万莫本阿到太魔王同俺哋客家六队体育的人的基材推失去的。西金妹，快太爷！发什么个事呢？没有好穷下练球诶，石头诶养来太细上。快太爷哟，弄得个啥啦？我头多菜是同我的阿妹吵死，我的阿妹啊吼！天表系我今表练球诶，连六队运动会的比赛练习的事情，伊全部有天表系嘞。哎，没个奇怪哈。好事，小魔王诶，替身边进食咯。一下，从花丛中跳出一个花精灵哦，到花精灵，哇，生个安酱哦，花精灵也出现，要做嘛个呢？阿奶奶都讲，你喊你慢人呐，呢？我们是花精灵，是盘花仙子的分身。盘花仙子啊，派俺来同大家听书，因为呀，大魔王都会派出呀几条小恶罗诶，而来破坏俺的六队运动会的进行哦。哎呀，是害俺的所有人的基础嘞。盘花仙子，大魔王。
而是很俺能记出，阿妹哎，哎唔係係真的吧？唔看，喺遠遠的地方，喺練習做上腳嘅村民，突然之間停下來耶，東看西看，看上看下，大家都搞唔清楚，以下發生乜嘅事情嚟咯？我哋用啲運動重風咯，無擔嘅阿男妹都嚇叫子誒，說阿姐妹啊，都怪有個勇敢哦，都滿眼嘅花精靈，咁你安樣嘅同人哋聽順咯？花精靈都講嘅哦，唔是手。探發現自有交代，只有大家要記得我哋6隊運動會嘅由來同意義，自然啊就會變做一個豐富廟，都會保庇我哋呢所有嘅記載，同唔會俾我哋呢大魔王、小魔王同我哋呢記載拿這位哦。你還記得6隊運動會嘅歷史嗎？當然啦，阿姐妹同你講嘅哦，迄係你頭擺我哋土地有唐島嘅故事啊。阿公講頭擺嗰叫一切6隊提起嘅所有嘅客家祖先，為了要保護我哋自家家園。都他家人團結強下來駐軍隊，而來同你相比，保護家人咯。後退嘅子孫為了懷念我哋祖先，他家強下10萬大兵來作戰嘅精神。所以呢，阿公同我講，我哋都來期盼我哋呢運動會，為了同阿個6隊我哋客家祖先。團結的精神要傳承下去哦！錯，愛就會所謂我哋呢6隊運動會嘅由來，所以啊，頭擺6隊運動會嘛本人當作大武山下嘅小奧運咯，大武山下的小奧運，大武山下的小奧運哦。你們都還記得啊？那惡魔就沒有辦法吃掉你們的記憶咯。以下都會衝快喲！你衝快來組一個義勇隊，衝快同大家宣傳個6隊運動會嘅意義同由來。你呀我哋都可以啲我哋6隊運動會嘅正義同我哋嘅快樂，你都會變做一個幾好嘅保護廟，你呢記性都唔會本，我哋呢有暗惡勢力不以拿這位喲。哇！你啊，細阿姐妹同細阿男呢，談起嚟都講，家你愛啲嘅，阿姐妹同阿男妹都去運動場合，同阿到。阿叔阿姨人講6隊運動會嘅意義同由來，大家談起來攏幾歡喜哦。土地講我哋做貓類愛練習同參加比賽嘅哈，就按呢大家都衝卡分享，衝卡去講俾其他人聽，我哋6隊運動會嘅歷史故事，所以啊，哇，嗰個6隊莊民土地嘅，我哋記出簽過來嘅，我哋記出簽過來嘅，也振作嘅我哋6隊運動會嘅所有嘅團結嘅力量同快樂嘅心情咯。來一個叫嘅原來做乜嘅啊？原來暗惡勢力咧，我哋呢大會啊，宣告失敗嘅，大魔王同我哋說惡魔嘅，因為冇東西好食，突變呢人知道往嘅天拿下去嘅。
古某的盘发仙子，又是专门要破坏我的好事情。阿咪哟，俺妒忌哟，俺妒忌哟！哇，一年一度的六队运动会开始了哟，今早有刺激的，俺们呢走上局的接力比赛开始了哟，加油，加油，加油！到底係呢阿金的會得提名，也係阿蘭的會做提名咯，加油，加油！加油！哇，这2名啊，都大樣誒，大家可以來看一本書哦。接下來還有乜嘅啊？biang，哦，一來有自拋嘅上哦，尖炮城的發通開始嘅哦，佢鬧熱咯，我biang。哦，大家有一類打自拋誒，好，所以尖炮城的發通嘛，該神奇身邊呢所有的人攏提喊加油，加油，加油哦！今年的運動會都喺大家團結同快樂的心情下結束嘅。明年的運動會歡迎大家共下來參加哦，因為第6隊運動會的閉幕以後。睇無望都唔會去拿機菜，去拿這位哦，所以明年運動會大家爭來了。親愛的大朋友、小朋友，聽完這個6隊運動會的秘密，你知道6隊運動會的整體的由來了嗎？但是在這個裡面呢，剛才有跟大朋友、小朋友介紹到盤花仙子、盤花仙子。盤花到底是什麼呢？它是客家非常著名的一個禮俗、禮神、敬佛，還有拜伯公一個非常傳統的一種儀式，是代表心中的誠意。那為什麼會有客家盤花這件事情出現呢？客家人非常的節儉，所以呢，他們可能平常莊頭莊尾都有一些伯公在守護他們。那他們到底要怎麼樣敬奉他們鮮花或是水果？加上他們很刻苦耐勞勤儉，所以呢，他們可能因為距離市中心很遠，買不到一些花材。後來客家人就想到一個方法，他就在他們家的前後院通常都會種滿了很多的花。那時候呢，在客家莊常常會種一些新丁花，客家話新丁花，也就是我們現在的矮仙丹。好，後來呢就慢慢的演變，有客家的五花或客家的酒香。那一般傳統的客家五花是哪五花？剛才說的矮仙丹、新丁花。新燈花，新燈花就是矮仙丹的客家話。還有呢，可能你會種一些客家的植物，葉荷，葉荷花客家話叫鴨盒，鴨盒，鴨盒。還有呢，客家莊很會在屋子的後院會種樹蘭或是玉蘭花。玉蘭花怎麼講客家話？玉蘭花，玉蘭花。還有呢，圍裡除了矮仙丹，他們也會種一些樹蘭吶。樹蘭要怎麼講？我們的客家話呢？蘇蘭，蘇蘭，蘇蘭。剛才講的新燈花、鴨盒、蘇蘭，俺們呢玉蘭花。那還少一個什麼？這些都是比較沒有顏色的花，除了我們的矮仙丹有顏色，那其他大部分都是白色。所以呢，客家人也會在為了我們客家新娘的插頭花上面有一個元仔花，元仔花也會種在院子裡。元仔花開的是圓圓紅紅的，很喜氣。元仔花客家話叫眼斑花，眼斑花。所以呢，客家的村民呢，
庄民呢，为了要敬奉我们的伯公的时候，就会在前院后院都会去摘现有的花材。他会拿一个盘子，白色的盘子，然后把大朵的花摆在下面，通常就是矮仙丹，整撮整撮的花形圆的摆在下面，然后比较小的就越沉越上面，就叠起来，就像一个非常可爱的蛋糕塔一样。那后来我们就叫盘花，客家话的盘花。拿这些花不用花钱，在院子里就可以摘，而且呢，剪它的花有保持我们的绿树，所以呢非常环保又非常有诚心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个客家盘花的奉神敬伯公的这个礼俗就一直传承下来。所以呢，客家盘花是由客家五花或其他的花材去组成的一个敬佛的一种仪式，还有呢花材这样的精神也现在在客家庄继续流传着，这就是客家盘花的由来。大朋友小朋友听完了今天的故事，6对运通飞跟咪咪，还有我们客家盘花的意义跟由来，这样你懂了吗？分享大家来客家庄了，大家长来了哦。特派员 Emma， 今天又来到3点我哋嘅所在位，做乜嘅呢？先卖个关子，俺先来欢迎今天嘅先生子林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林先生。Emma 分享来到俺哋呢部嘅上节目。你好。你好。子林老师，今天我来做乜嘅呢？我哋嚟做盘花。盘花哦，对啊，冇必要。为什么不能闻啊？你要盘花要拿来金神的呢，不说要金神的东西，你自家做你的显皮肤，你对神明无尊敬咯。好，不说呢，去把剪下来以后，洗香啊、脱香啊以后，你录准皮要来贴盘花。有看过一个盘的冇？有一个盘呢，睇哪会看到啊？睇喵地龟啦，不说呢，一个盘花唔会睇喵，会看得到嘅啫嘛。嘛，我每一下唔听你猜天语。好，咁唔睇你，碌下有看过，你嗰邊咧喵有看過，用一種盤嚟貼盤花冇？那个花种它迄插地花瓶底部，还冇看过用头盖盘。刚才你同講哦，你嘅盤花嗬，喺我哋對特殊嘅數面文化哦，佢譬如用一個盤咧，用我哋客家莊家戶即個會種嘅花，就俾我睇下地方，拿來嚟見神明，我哋都係我哋對特殊嘅盤花。一個花嘛，喺頭蓋花點地方看冇上看到嘅花。唔講錯嘅啦，呢啲花點地方，因為看到買唔到一朵花哦，那都係我哋客家莊哦，即個會種嘅花，比如講，咱有看到聖誕花咱有看到元旦花，還有一個我哋都講黑花黑色嘅黑花我哋呢就係家戶即個人哋好目前目標就會種嘅花。客家人頭擺是在講有個苦啦，冇錢買花啦，較生強啦，走，不是會用這個錄下有嘅東西，比如講，我哋吃到一個花個香啊，香講，是你應該蠻好香很醬嘅東西，不頭擺一放錯，從下次上面過後就會去剪花。剪了以後就去到廟方來貼花來敬神明，安尼都係人哋講嘅盤花。咁你問想我嚟學一貼盤花冇？好啊。好咩？咁我
这里欣赏吼，一种在各位讲，唔过啊吼，这里欣赏今天要来有奖安尼咧，刘先生来讲安尼叫办法哦，安尼来分享刘先生。欢迎刘老师。刘先生就係人哋每拜辦法比賽嘅評審先生，嗰個今日嚟講係人用貼辦法，觀眾朋友下禮拜吼，啲比賽時間一定會登名哦，我哋今日嚟好好嚟好希望嚟，因為今日嚟好嘅用，今年都嚟報名嚟辦法比賽。來製作呢個辦法，以強調呢劉先生。好。我们先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盘子啊，一个小碟子，那我们就用这个扁薄，好，你也可以拿来做，这个叫扁薄。我们先做扁薄，先垫底，好，我们就要先排，这样就是可以了。你看就排满，但是不要排得太凸出来，不要比盘，比可以大一点，但是凸出来，因为等一下。它才会有一个色彩，就是说我们的底是绿色，这比较漂亮。来，接着下来我们来用这个，大家去买个花哦，新灯花，新灯花，像这个花呢，我们就把它一朵一朵的放在这个扁薄的上面，再来我们就给它排圆。排给它圆，你给它看适合的、平均的，就整个摆圆、摆满。我们这个花主要就是说要圆满，所以呢，我们就先摆圆圆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摆到扎实一点。这种花可以你可以一直摆、一直压，让它结实感。像有点 Q 啊。就有点 Q 啊。你要压哦，没有压的话，很快就满了。其实还你应轻咩？要排满，要排满了。这个还没有空洞。啊，继续。对，继续排满。见缝插针。那它差不多可以了，你已经认为说这盘花已经差不多了，圆度也差不多了，而且那个扎实度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可以换其他的花哦，我们就用黄色的花，同样照牌。也是要挤压。要挤压它，因为它。你有挤压的话，它很快2、3朵就满了。子琳老師辦法咁用嗰個點布。多種人有講到用金飾面嘛吼，其實吼，本年加上嘅將來嘅時間吼，我這個生活嘛又發生過啦吼。今下啲看人嘅時間吼，還前滿3週年咯，我阿妹仲係準備縫髮。但係現咧吼，去揾拍法嘅回來，唔知做乜揾法喎？姜奶同姜妹顏色冇相反喎。錯，阿妹希望係啲台都用到嚟嘅，嗰度亦都準備縫法，但係現咧吼，要揾拍法嘅回來，姜係咧長頭粿，希望落去用到嚟嘅。假使想要姜妹嘅飯，你就要準備拍法嘅，希望好揾縫法回來。如果係你客家法菜吼，睇人哋咧日常生活地位，嗰真唔用嚟到啦。好，你要是說你的黃花已經排滿了，那你就可以用排的，因為我們顏色可以用多種。看快要滿了哦，然後這些是會跑出來的話，你稍微給它擠過去，給它壓一下。好，比如說它會跑出來，有沒有？你就稍微往裡面推給它結實扎實。白花排完了，我們排什麼呢？養斑花。對，好。這樣子每一層的顏色。對，每一層顏色都不一樣，會感覺說很漂亮，這樣的感覺。因為你們感覺到我哋啲夾盤法吼，除了啲夾法以外，也有啲選上一啲醬嘅一啲味道哦。還有就是心會靜下來。超，好，那我們最後我們用這朵花白色，或者是蒲蓉，這個蒲蓉哈，就是說人家要做喜慶的時候都會用上。啊，這個芙蓉哈，給它插在旁邊。
然后这个是一种辟邪的作辟用。邪，辟邪，对。子玲老师，我有听讲用嘅办法来写论文，係冇？嘿，我的硕士论文都会写6对盘法的研究。那怎么会想到要用盘花这个题目下去写论文？哦，咱又讲到我的指导先生，其实伊对我哋客家的宋明文化哦，喺研究。因为6对的个盘法，係个特殊的一种的法，吼。啊，他呢就以上的伊个研究，盘法喺那叫来的呢，啊也发财呢，啊还有佢参的我哋就提推广，哈，6对的盘法比赛，哈，以上的底下讲，安尼推广下去。安尼所有的啲民众接触的啲长度都那边吼，啊，其实先生我做都提出一个想法的吼，不过我个做学长姐吼，他们一直写不下去，我睇下时间嘛不够困难，他们我就用一种很多填挑的方式，我去到每一种我去看有那篇有办法，再过来我就认识，我哋有啲客家文化协会。因呢就嚟推广办法比赛，都按拄好，我都完成一个论文呢。安尼时常这边动就先好推广一个文化呢，本一个盘法嘅文化是个传承咯。我也希望讲安尼，一个特殊的文化可以继续来传承下，伊本身伊嘅第一个安尼6对有一个办法。讲起来，那办法嘛完成啦。安尼是得冇刘老师。哦，差不多几块呢。第一次插这个鲜花就很漂亮。林老师，头下做了个迄较顺嘅盘法，安尼像下个较后生嘅学生人啊，用那个较创新嘅盘法嘅方式。哎呦，不愧是后生人哈，有想到一个，其实一个盘法呢，我哋还有创意的盘法哦，也下我哋就来介绍一个创意盘花达人，我哋分享刘先生，哎呀，多谢你刘先生，谢谢。嗨，大家好，我是裘秀清，我是客家创意盘花达人。我们来制作个创意盘花。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请到邱达人，就是创意盘花是该什么？我们的创意盘花呢，跟客家传统盘花不同的就是说，第一个花器，传统的盘花是叠在盘子里，那我们的创意盘花不限于在盘子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花器都可以使用。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插法，传统盘花的话是用堆叠上去的，用叠的。那我们的创意盘花呢，不是用堆叠的，它是可以使用激昂的插法，譬如说插在海泥上，或者是用剑山来呈现。第三个，客家传统盘花的花材呢，几乎都是用客家的花材，譬如说五香或者是酒香之类的。那创意盘花呢，它不限于那个客家传统的花材，它也可以搭配一些西洋的花材，所以创意盘花跟传统盘花就有3个不同的地方。像达人，就像在一个插花了以后，通常会有一个设计理念。那达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设计理念大概是什么？你嘛刚才要先嚟同講一下哦，其實我哋呢就當然哈，伊都講
传统盘发团嘅安尼创新的盘发，其实有的重点就係，哎呦，客家意象，也是这四个重要哦。咱安尼就唱安尼有汤面的，同人讲，唱安尼是茶的呢。咩？好咩？有一茶館嘅呢，個有意思假設，有一些大家媽媽用嗰個嘅時間，看馬牛球文藝的時候，這茶館呢，以前的就對客家風俗習慣裡面，如果家中有添男丁的話，我們就會做個新燈板，然後去祭拜伯公，還有神明，還有祖先，叩謝伯公呢，賜兵賜福給我們，那也同時呢，希望神明跟祖先能夠保佑我們的新丁平安長大。所以我今天結合了這個茶壺，還有新丁花，來做今天的設計的理念。那我們今天就來開始製作。現在我們是用西洋的插法，用海綿，然後再加上這個茶壺，有，這樣的話比較可以吸水，這個保存的比較久。那我今天就把扁柏當基底，在茶壺的這個周圍圍成圓圈，那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扁柏已經圍成一圈，其實這個插法就跟剛剛的那個傳統盤花有點類似，好，那我們現在再繼續用新丁花找個中間的，最漂亮的當中間的花，因為它是中心點，也主角那個。對。那你要旅上海一路买你呢？太高了，所以可以再剪下去。开吗？对，没有，你剪抖。那安尼插发时间剪抖跟葱油，可以随时的不要超过它。OK，对，所以剪刀剪都要就是必备的工具。继续插就会。对，就是一个半圆形。要如果你西洋的插法。对，西洋方式的。我猜你的心我也有那当哦，有開發，差不多開發嚟哦。我條男點解會開發？好像怪怪的。唔會啊，唔點喎，弄辦嗬。阿婆嘅人佢冇香水呢，而用乜嘅嚟睇啲香水點插法？就用牛蘭花，牛蘭花摘下嚟，插花片人哋呢嘅條拿當嘅幾種嘅當嗬，咁我都表人哋鋪頭嘅地方嘅擺容易，會生出來，有啲點人哋香水倉。都插兩個法，大家人都是藝術家嘅感覺。冇唔錯㗎，其實我哋推廣辦法對晚些時間，我哋對小學開始甚至幼稚園都開始嚟推廣嘅哦。也希望講新嘅提用，一個對米嘅鑑賞能力，然後呢，他能夠自己去發揮自己嘅創意來做一個以這個藝術品，然後喺我哋推廣我哋辦法，最係嘅一個願望啦。而且在就是這樣的過程中，就是彈法嚟嘅文化嘛，手工。冇唔錯嚇，也係我哋做一個創意辦法嘅一個目的嚇，因為睇緊你會講講傳統辦法做到難嘅點喎，唔怕咩，運用你的 idea，我們就可以來變出一盆講嘅創意辦法。我們插的差不多了，那我們最後把這個樹蘭點綴在下面的地方，點綴增加它的顏色，看起來更活潑一點。
我们的创意盘花。那大小朋友也可以利用就是手边现有的花材，在暑假的时候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创意盘花哦。那今天也很高兴，除了盘花之外啊，也了解到就是子怡老师有跟我们介绍他把盘花给演育对啊。那今天很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哦，下次见，拜拜。哇，听完故事，你是否觉得原来我们的故乡高雄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啊？如果今天的故事地点你也曾经去过，甚至拍下美美的照片，别忘了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跟我们一起分享哦。拜拜，张磊了。